喺通脹壓力同昂貴租金嘅雙重夾擊下，唔少食肆經營都面對挑戰，要做到平、靚、正嘅餐廳可謂難上加難。有網民在 Facebook 發文，只係灣仔柯布連道嘅朝香園美食，尋獲性價比極高嘅早餐。依間店每份三文治僅售10蚊，可以用5蚊加配咖啡、奶茶、維他奶、檸檬茶等飲嘢，價格相宜，亦有提供多元化嘅食物選擇。不過就僅限早市時段外賣供應。貼文發佈後引起廣大迴響，唔少網民大讚早餐經濟實惠，可謂良美打氣嘅一物。然而，有部分網民就質疑小食店賣咁平，啲餡可能淨係得你見到咁多。貼主亦有留言澄清，指三文治並非將貨就價，幫襯過好多次唔係揸流攤，起碼芝士腿字係有2塊火腿，證明用料實在。